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C+。2004年捐血週上面，喺冇觀眾嘅情況下，佢哋依然唱自己嘅歌。佢哋係 C+。佢哋曾經不被尊重，曾經試過喺惡劣嘅情況下演唱，但係成員之一嘅小林就從來冇諗過要放棄，甚至更成立咗推動音樂創作嘅奇人娛樂製作。但係經營一間音樂公司絕非易事。小林啊，我哋半個月都冇接到賬。快啲嚟睇下，嘉嘉生咗個 BB 啊！喂，佢第一個 BB 喎。小林出世嘅時候，差啲因為媽媽失血而冇辦法降生，幸好得到咗人哋嘅輸血救助，先至可以順利出世。小林媽媽因此成日都鼓勵小林講：你要記住，喺呢個世界上，鍾楚霖只有一個。呢個世上，鍾楚霖得一個，奇人得一間。歡迎我哋捐血大使 C+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這壞人笑罵人，天黑暗，遭天禁，遭海浸，終失禁。豁達人，豁達人，懶自沉去，煩惱會多得很。豁達人笑罵煩惱自沉去，歷尋天空永不黑暗。豁達人，豁達人，懶自沉去，煩惱會多得很。豁達人笑罵煩惱自沉。因為相信自己，所以佢能夠貫徹佢嘅熱血人生。多謝你哋一直支持捐血週 ，Thank you。佢係世間上唯一一個嘅鍾楚霖。